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禽流感疫情对昨日的测开来显示，到3月23为止，防检局统计全台湾已经破杀的872床，444万8000人扎嘅阿伯我为亚得哦。睇到疫情加各方呢，农委会开始推动恢复养殖，不过复养冇咁简单。因政政府规定农民要上课6点钟，要考试通过。还要同鸭料、鹅料也都总开改做非开放式的。许多农民如60-70岁嘅考试如唔得考会过模喎，还要试太前去改一个鸭料、鹅料，那又才挑呢。同时团也都水禽类鸭白鹅嘅如关起来，真见如唔会测位到禽流感下，政府又冇法度保证，故所农民如冇干冇食。你钓嘅吼，伊差不多拢伫迄路嘅边啊。一群头南木澎湃、小鸡鸭鹅嘅鸭仔，伫农地始终乡下认真上课。也趁禽流感嘅疫情又较平复嘅，农民做地申请在教育嘅。不过听众会先参加6点钟嘅教育训练，考上铁、韩国通过考试，掌声过关。那教育训练的目的不在考试，是在于提供让业者有一些基本的防疫的知识跟常识，那也让他们能够注意到日后将来在富养的时候可以注意到这些防疫的要求。如果题目他在阅读上有困难，我们会用念的方式让他了解，所以这部分应该是可以农民可以接受的。除了会先通过教育训练同考试核准，农委会先前公布在教育同重建计划。要求所有育禽场要留禽舍改建做非开放式、无照关秘密嘅方式，要来防世界条带来嘅偏托。你阿摆因个禽流感吼，主要係有迄3種新嘅偏托，一種係 H5N8，一種係 H5N3，一種係 H5N2。呢種 H5N2 比以前嘅無共樣啊，係新嘅。專家去分析以後啊，看起來偏托裡面嘅基因結構呢，比韓國嘅比共樣吼。其他嘅兩種咪咩變大陸嘅吼，變過其他國家攏比攏幾乎攏共樣，所以真實呢啲東西係都外邊來嘅。外邊來因為啲偏托都像 H5N8 都變韓國一模一樣，所以專家去分析啲結果，因為候鳥帶入來機會清態。我们在讲这个防鸟或者是这种由开放式的空间养殖变成为密闭式的话，这个是在防止这个传播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事实上，在国外，在欧洲有部分的国家，他们在发生禽流感的时候，那么国家就严格禁止这些养禽鸟在开放的空间，就是必须在房舍里面。遇到某经验寒天，又再个發生禽流感，愛防世界條嘅時候，可能會跌到育禽場度空。故所農委會提出，係會放養，會嚴格要求全台灣嘅禽場為改種非開放式來育。等行政院核定經過高雄市政府公告過後，將會實施。復養禽場會照定是發生過禽流感嘅育禽場，未就係官方公嘅案例場而1月內來搬做3件。第一件案例場，從期會先清潔消毒，韓國等21日過後，先用一批嘅鴨鵝去育，21日過後再過做檢驗。喺個無發現偏托，韓國府區內1公里內其他案例場未做過試驗。喺公告過後6週年內，老禽舍改做非開放式，將做地在過育。第二件係案例場府區內1公里內嘅非案例場，完成清潔消毒過後，禽舍未聽做為喺公告過後6週年內來改做非開放式，將做地復養。第三件係其他嘅禽場，共用來轉型做非開放式，韓國公告過後1年內就會改好。喺無照規定復養，做地照通過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4條規定，違法3到15萬元。
老百姓讲，这个发生疫情，免唔会补偿。一到农民就讲，惊到没上位过件，唔过色彩无垂条。因为多数钱的钱的困难啦，因为像阮食到已经遮济岁咯，要搁用迄落封闭式的阮是去惊较无法度，较无能力啦。当然要改，就是负担，就是钱的问题啊。问题敢有法度补助？今年本来想要回来养但是看到安尼，就像无想要转来用啊。因的厝仔是对，可是你考虑到在饲养者，讲到他们也有钱，就无需要来饲过啊。会使来换别种的事业来做，何必做咁艰苦？看天喺食饭。目前阮所经营的会赚的。是目前是有法度维持一个家庭，为一个生活费尔。你讲到谈白的，你讲要配套，讲叫阮封闭式的，甲花开放式的，恁的出发点是对，可惜阮的经费要倒来。遐迄边一间，遮两间啊。你厝顶你看爱得看安怎看嘛？原定向我嘅农民唔上邊當地嘅同工業討論，而用嘅老本地開放式嘅向我廠改做非開放式，就會俾到為更加改多合乎服用嘅標準。因為鵝本來就養在那個開放式的空間嘛，因為我這個前設就是開放式的嘛，因為上面的屋頂沒有蓋起來，就是用那個網子拉過去而已，因為要遮太陽嘛，就網子啊。政府現在規定我們不能用網子，一定要蓋屋頂起來所以我今天請工人要準備把屋頂蓋起來，旁邊再圍網，這樣就等於就是會開放式了。講到規件，嘅是為一到錢類事，因政農委會針對檢查規件，將提供代理的退款，對大部分嘅農民來講，冇乜嘅答對。你至少一次也要養了2000多隻才符合成本。你要養2000多隻，大概要差不多要400-500坪的。你再花一個400-500坪的蓋一個鵝舍，我跟你講，只有硬體方面一坪啊算1萬塊啊，還有高床做起來算5000啊，一坪就15000塊啊，500坪就要花個750萬啊。你要算它的經濟效率有到那樣嗎？唔上邊總共有5處向我廠，其中4處第1擺禽流感疫情當中受到感染，總共碰上嘅會6萬隻嘅鵝嘅，損失係3-4千萬元。不過也是錯，車尾道嘅鵝廠有一處係水電負壓式生類鵝殺，鵝嘅共用未車道。附近嘅中鵝廠有5處開放式嘅都平平穩穩，電道非開放式嘅未車尾道。其實在非開放式和開放式，這個要怎麼選擇啊？這個很難說啊。像這一次，以我這邊的孵化場為例啊，它有10場那個種鵝場啊，有五場那個水簾式鵝舍，5場開放式的。既然5場開放式的鵝舍都沒有中，水簾式5場，4場中1場沒中。就算改做室內來學，可能會車尾道禽流感，很多嘅鵝農都無奈何。有阿美嘅農民未對外改做非開放式嘅禽場，未唔認同。因為鴨場大部分是開放式的，它要接近大自然，它都在水池裡面，都大水池裡，它是水禽，不是陸禽。如果你把它水禽把它趕到裡面去飼養的話，那是絕對是糟糕的，它不能試驗。養鴨絕對不能用養雞的方式，這一點我絕對反對。你叫我們養鴨是水禽，你把它改到陸禽去養，這是不行的。安農鵝農都反彈，不過2003年受到禽流感嚴重衝擊嘅雲林縣鄉嘅協會認為，1擺禽流感嘅疫情比較起來較少。同雞農蛋蛋樓雞舍改做非開放式，也係管理嘅方式來向有關。因此，逢雞到野條就較唔會車尾到禽流感。然後經過那次的疫情以後，我們雞做了圍網的那個一個計劃，然後把所有的雞舍都用圍網的方式把雞舍圍了起來。
杜绝了那些野鸟跟那个白鹭鸶还有夜鹭进到我们鸡舍去，把这些的感染源传染给鸡。所以，我们鸡在这一次的禽流感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养鸡协会分析起来，真的有助于降低了那个禽流感的发生这个比例。不过，对鸭农鹅农来讲，鸭麦鹅嘅本单就老嘅无通用，故常用嘅来做比论，鸭条都难接受。如果要用非开放式的话，至少它要先有试验场出来，你要告诉我们。如果用这样的非开放式的，那造价成本是多少？然后饲养起来是不是可以符合我们要的品质？如果是能够达到的话，我们乐观其成。但是我保证绝对不可能的啦。但是政府他现在连试都没有试，他都一直要往这方面去推。如果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那农民为了要生存，可能会做出反抗的话，绝对是走到街头抗议，绝对会的，我认为是这样。石头要进步啦，你叶嘅方式要改善嘛，饲料嘅品质要改善啊，用那种方式，佢嘅叶嘅品质提升嘛，用嚟预防传染病，品质又好，所以其实大家讲嘅是讲也要改变以后又较好。其实外国其他做都改变个个国内人去喺畜产试验所，嘅宜兰咧专门咧研究了鸭麦跟鹅嘅佢10年前都开始研究了室内饲养，结果拢当好甚至当好唔可以讲也品质唔会问题农民唔接受含有一项研究，总共改做被开封式嘅禽舍，每牧人敢保证天窗唔会扯到禽流感。非开放式嘅一天唔会到过多禽流感，唔係，非开放式以後嘅候鳥來嘅鵝嘅事唔會去搞差多，所以呢種嘅傳染方式去切斷你。唔過唔惹人飼料差，來做鵝嘅茶，做鵝嘅籠嘅，有細槍冇，有小通冇，所以講也向鵝嘅向阿伯嘅畜舍禽舍一定要先做好。外面呢，啲家管理嘅人要做好啲按照自卫防疫做咯，唔應該要做要消毒啦，要清潔啦，你全部做好嘅時間，唔當要發吐嚟預防啲禽流感。為在各局政府有按道嘅規定，農民反彈動態。一擺禽流感嚴重損害嘅原理研究所，按你嘅服用計劃會涉及到園內不想靠家嘅農民冇辦法順時服用，故所同農委會提出嘅相關建議。那當初提供一個建議，就是說，是不是可以，因為4月到9月這段期間是禽流感發生比率相對低很多的時間，就是夏天期間，也就是說。在4到9月這段時間，他比較沒能力的這些鵝農，他可以去短期復養，有筆收入。那願意往室內飼養的，他這段期間去蓋房舍。那到10月的時候，禽流感可能會是發生比較高峰期的時候，那這些室外飼養的，他們就禁止他養。那這些就是往室內養建設的這些人，剛好可以銜接上。通報團體們認為服用唔好有按道嘅限制，做啲參考目前用國家嘅經驗，按呢台灣服用計劃就較有好變巧。通就是不能忽略一個全方位的這個觀點啦，哈，不能夠你看到用可能候鳥帶來病毒，你是講好全部會丟落去，好，不要防止野鳥接觸。這個雖然是一個觀點啊，但是防治野鳥有可能很多的方法，像荷蘭。其實講候鳥來的季節，就每年10月到第2年幾月，你必須進去，那你防止，就可以有季節的不同。不過按呢嘅建議，農委會並冇接受，目前中政府係希望減少工業，利用亞時機為農民來改變養嘅方式。不過啲冇資金天數，韓國做嘅也冇天錯就唔會出問題。農民要面對安泰嘅壓力，可能依難照定政府嘅意思來做。對台灣水禽養殖業來講，
未怕唔係熱烈，好嘅發展。